湾貂的一个品质，其实跟国外比起来的话，其实我们的品质是比国外还要好。我们自己有养殖渔场，那我们每天在抓那个台湾貂的时候，我们都是经过层层的把关，会去试它的有没有臭土味，或者是有没有农药残留，或者没有放药这一些，品质会比较好。可是我们在竞争上就是价格我们会比较高一点，也就是我们比较辛苦的地方。可是当我们的产品到国外的时候，让大家是试吃的时候，他觉得我们的产品的品质跟肉质都是比其他国家的那个台湾貂其实是还要好的。台湾貂在国际行销的第一个那个货柜，由台南渔业公司呢来处理到新加坡，也希望说透过这个行销部分呢，能够分散过去一直比依赖于美国市场的部分哦。那从新加坡里头先做起点，那未来呢，不管是韩国或日本的话，也会陆续推广这些那个加工品的行销。台湾貂的加工厂的部分呢，过去他们都要送到高雄跟嘉义来做加工，尤其台湾貂的那个产地面积在台南是算全国第一，已经占45%了吧哈。也就是如果第一个运送路途的就近的话，还有增加一些我们就近渔业处理的一些人的工作机会，在地食材在地处理是一个比较便捷的一个方式。那也希望说透过它能够让更多的吸引更多的加工厂能进来，还有我们的渔民的一些渔获可以及时性的处理这样子。将军冷链的部分呢，即将在10月之后呢会交付给厂商来运作，那也会成立第一个在台南市的第一条针对台湾貂的一个加工线。那也期待说未来在去化这些台湾貂的一些生鱼的部分呢，可以做更进一步的一个加工处理，然后延长那个销售期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么我们积极开拓外销的通路，这次在新加坡食品展里面获得了很好的成绩，那就是我们的台湾貂这次获得新加坡采购商的肯定。因此呢，在4月份的食品展结束之后，现在7月份马上就有第一柜的台湾貂销售到新加坡，有蒲烧貂，也有炸鱼块。那么也有整只的这个鱼的条冻，那也有可以用在火锅的鱼排，品项相当多，可以进去新加坡市场，这是非常好的。过去台湾貂销售的这个外销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而且相关的检验都能够合格。这是我们前进新加坡，相信一定能够新加坡市场的开拓，渔民还有我们的农业局都相当有信心，未来还持续会把我们台南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包括台湾貂或者是虱目鱼或相关的农特产品，渔产、水产品，能够销售到国外去。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9月19日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针对挖到一处渔民互弹石灰废弃物，台南市府表示，秉持着守护市民健康、甲环境永续的责任，会依法来追究，要求污染者清理复原。石化公司将超过5万公吨副产品石灰，以产品之名非法藏伫咧台南辖内。环保局伫咧102年随即查获，依法裁除并累计罚款7472万。石化公司不服，提出行政诉讼，历经10天的时间，最高法院伫咧102年6月最终判决起诉胜诉，确认该公司确实有改善义务。业者伫咧去年9月初已经启动麻豆区副产品石灰的清理工作。麻豆渔翁案这个案子，我们在102年发现了，移送地检署侦办。好，那地检署在102年是因为当时有人有这个目的机关出具它是产品哈，有县市政府认定它是产品哈，那所以依照当时的法令哈，那废弃物清理法的法令是没办法确认它是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的。那我想有幸哈，那这个整个废弃物清理法在106年有做个修正哈。虽然你这个是产品，或者是你是这个再利用的物质，你只要失去市场经济价值，或者是你用在不应该用的地方，我们都会来
认定这是废弃物，要求来清理。市府对于任何非法倾倒，或者是环境破坏，拢是零容忍，将会全程监督清理进度，依法追究责任人，确保彻底复原，幸福市民清气安全生活环境。环保局强调，采罚只是手段，目的在咧督促污染行为人善尽环境复原责任。市府将会持续调查，依法上班，并严密监督后续复原，坚守环境正义，守护市民的健康。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人才人寿通讯处全体员工响应创世基金会无发票救植物人的活动，伫新港3月小北门店周边沿路向民众募集发票，甚至发送919电子发票卷做马大纸，希望帮助植物人家庭。结合拄开幕的新港3月小北门店，由着南山人寿、凤凰甲的凤孝通讯处发起的募集发票救植物人的活动，15号上午伫个新港3月小北门店的周边来举行。通讯处每一位员工申请创世基金会义工的百姓，摕着发票箱，向着世界民众来募集发票，甚至沿路来发送919电子发票关键号码大纸。其实这个创世它已经历史悠久嘛，当初民国100年的时候，我因为单位都是年轻人我想说帮这些年轻人走入社会，帮社会多做一点贡献。但是当时我真的不知道做些什么事情，刚好想到说，创世基金会募发票这件事情，应该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可以做，所以我们从100年做到现在，一直都有在做这个。还有我们南山人寿这个大楼，我们从112年开始，我们每一季都帮创世基金会义卖。所以说每一季都会有一天的时间在这个大楼这边帮创世做义卖，帮助这些那个植物人帮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希望年轻人也可以加入社会。谢谢南山人寿我们的处经理跟我们的南山的伙伴，他们非常有热情，非常有爱心。那这一次呢，帮我们做街头募发票活动，10张发票就换一个尿布，对我们的植物人照顾非常大的帮助。那谢谢大家一起参与，那希望南山人寿能够继续为我们的社会做更多的贡献。创世基金会台南分院目前安养有60位的植物人，免费到处服务。台南地区嘛有将近200个个案，主要经费来自社会大众的小额捐款，甲伫发票的募集。但近年来因为千万奖金甲伫分段发票的冲击，捐赠发票的数量哪来哪减少，因此透过企业的帮助，小小的发票嘛会用串联大大的爱心。台南新闻林佑根采访报道。台湾府新丰庙将伫咧9月22日参加嘉义市嘉义新丰庙2025夜巡主乐城活动，也佮特别请出台南大学全国上大尾百米的龙，先伫咧府城内底采集记号。画面上这只全国上大只的巨龙，是台南大学伫咧民国18年参加国庆活动所设计，长达100公尺，每次操演必须要上百个人。这届受到台湾府新丰庙的邀请，将前往嘉义来参与夜巡主乐城的活动，将台南的文化带到嘉义来表演。这道邀请这个百米巨龙出来采集也有经过7个国际的单位啦，原来离这个全国古迹节9月22日来做提前的采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这个百米巨龙，咱这道有算伫9月22日要来前往嘉义来参加因的夜巡，咱庙里有足侪的阵头，拢是咱台南传统的阵头，尤其是台南大学有3个阵头来演出，剩下拢伫咱台南在地的阵头，想甲咱在地的文化来带到咱嘉义主乐城来表演，会当互嘉义的百姓会当看到，会当富有遮的全国的居民。为了欢庆百米巨龙，台湾府新丰庙嘛率先伫台南举行百米巨龙夜灯采集记号的活动，一路对着台南大学游行到府新丰庙，包括市长黄伟哲、议长邱丽丽
以及民政局长甲伫台南大学的校长拢到场来祝福。九子兴隆会当随着新红来到新红崖，来到嘉义吼，来到嘉义新红庙来做阵顺诸罗城，非常有意义，而且祝福咱这边的活动圆满。我们希望呢，我们中华金龙不止在台南，在嘉义。我希望它未来的时间能够在我们台湾各个角落都能够帮各个区域带来幸福与平安。伫遮呢非常的欢喜哦，阮台南大学即届有即个机会吼，受到咱各位龙客贵主的邀请，然后参加即个较有意义的活动。伫遮呢，我要趁这个机会呢，要祝咱各种祥龙，我们的世运昌隆，我们的校运昌隆，还有大家都平安幸福健康。采购的路线对台南大学出发，经过台南孔庙、美术馆、台湾文学馆、唐泽忠纪念公园、中西区公所，最后转来到府上丰庙埕。沿途吸引袂少的民众围观。为了这届夜巡的活动，台南大学嘛根据龙生90的意向，设计顶头的表演。要让年轻世代体验传统的民俗，将文化来永续传承。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大湾吧韩国食品店对今日开始到9月22日登场，除了有济韩国在地美食伴手礼，消费满599块就有机会抽韩国首年来回机票。另外，原本只伫咧机场超商才买到的韩国超人气饮料金蕉龟苓胖瓶，这回嘛配合展售独家就市。为了满足所介意韩国美食的民众，台南大安东百货一年一度的食品展，9月12号开始，各一下济民众接受到相关的美食伴手礼，表大家唔免出国地当一摆演有。其中韩国知名的茉莉品牌甲小兵合作，有4款新口味嘛首次高水上架，而且佮有适合儿童版本，佮较少油少盐，要互家长放心采买。另外，韩国商品当中，天然清芳佮润喉，以及真热销的油仔茶，伫这规模嘛吸引济民众来试啉，消费满额，佮有机会抽韩国的来回机票。除了全馆单笔满3000，我会加送100元的韩国券。那这韩国券可以到我们的5楼卖场，300元可以抵用1张，以此类推，买越多就省越多。然后呢，你只要满599，我们会在有机会可以获得首尔的来回机票。食品店当中，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原本就伫机场超商才买到的超人气饮料金蕉龟苓胖瓶，这回配合百货嘛独家上市，而且引进消费者上介意的3种口味，还有特价优待。胖瓶，我之前在韩国的机场里面就有看到韩国胖瓶，买了好多回来。我这一次刚好在这边看到，然后这边竟然有那我在这边买就好啦，而且超便宜的。对韩国潮流以来，百货持续引进上新的韩国人气食品，嘛成为这阵啊中秋送礼好选择。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市赤坎兵牌商圈13、14号2天，伫亚洲岛文化纪念馆广场举办赤坎生活节，现场有美食市集、大胃王比赛，暗时还佫有老牌音乐会，希望推广商圈的魅力。优美的汉服舞蹈呈现牛郎织女相会意境。台南市赤坎兵牌商圈每当第7时前后举办赤坎生活节，现场有80大的美食及文创市集，暗时还佫有老牌音乐会。3、2、1。开始，其中的活动亮点就是大胃王比赛，食物准备大饼，过来发的麻辣，
高低十六样麻糍甲赤坎糖的碰饼，在人分2道比赛，前3名有礼品、冠军，还有奖金。我们把赤坎这边当地的一些小吃都搬出来，好，大家边比赛可以边享用在地的传统点心，非常好吃哦。今年活动迈入第5届，每一档以生活节、万圣节带动赤坎商圈店家发展。过去拢伫咧永和路逢家举行，今年场地头摆3到也招到文学纪念馆广场。到各地来都可以办，那离赤坎都很近，都在1公里以内就可以到达了。我们目前的话是有办集点活动，所以来这边的消费者呢，可以来我们这边用集点活动，到商圈里面呢再去把这个点数换回来，来到现场都会有优惠哦。换最新的场地，串联孔庙商圈、五条港商圈，推广商圈魅力，互生活节毋那是一场热烈庆典，更会当借着活动，认捌济台南老店家的历史发展，深化在地连结。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2026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比赛将伫咧明年3月1号开跑，活动对今日开放报名到11月2号，并且庆祝20周年，这届奖金加起来提悬到100万，欢迎世界各地跑者踊跃报名。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向来以赛道沿线高级密度上悬，以及补给站澎湃台南小吃闻名，受到各地跑者喜爱。这届赛事的主题为穿越古今，奔向未来。日前邀请国内外跑者齐聚台南，共同来挑战。赛事分为21K 半程马拉松、10K 路跑组、5K 健康休闲组等等。跑者除了会当享受运动带来趣味以外，嘛会当游览古都台南之水，透过全民运动，让世界看到健康永续的活力城市。2026古都马拉松即将盛大展开了。2025的古都马拉松总共吸引了24800位选手。那2026预计会更加盛大。那在3月1号就要举办了，欢迎大家一起来，热烈要报名要快哦。我们有早鸟计划嘛？古都马拉松伙伴非常具有盛名，而且很多人都喜欢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他们都肯定，而且节目非常精彩哦！不但分组分得很适合自己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有沿途都有许多加油站，充满着台南特色的美食等着大家。体育局长陈良谦表示。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今年庆祝44个国家、498位国际跑者参与，可见赛事已经成为国际长跑爱好者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2026是古都马拉松20周年，台南市更提悬总奖金到100万，同时更推出一系列设计精美、别具意义的完赛礼，相信一定吸引到更多民众报名参赛。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议员蔡立青举办的第2届安南上青羽毛球锦标赛，将伫咧11月1号伫南昌生活馆场比赛。因为奖金提悬，奖品搁他价，伫开放报名第3天就已经压满。随着林洋配伫奥运2届双打金牌带动，将羽毛球变成全民运动。毛议员蔡立青甲立委林俊宪去年首次以安南上青来举办羽毛球比赛，就引起热烈的回响。今年因持续这波热潮，将伫11月1号办第2届，除了增加名额，奖金提高，包括各界所赞助奖品嘛愈来愈丰富，所以一个开放报名3天就额满。对此，议员蔡立青的服务团队10号嘛来到南昌生活馆的比赛场地来体验，欢迎大家到时做回来请拼。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所有好朋友的加持哈，有很多企业也踊跃的来捐赠这个球拍、球衣、球鞋，来鼓励市民朋友参加这些活动。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推广，大家可以爱上运动，然后以球会友，然后真正把我们的羽球呢，让在更精进，让我们在台湾在国际上让台湾的羽球可以发光发热。安南上青羽球锦标赛，欢迎来挑战。
既然羽毛球适合所有年龄层，加上台湾选手伫国际比赛发光发热，所以不管民众休闲运动，还是国际级训练场地，拢供不应求。地处议员嘛，借此公开呼吁政府一定要量早规划。那你看民众呢，他自己都想要找这个运动的场地，都找不到，那表示说我们的政府他的这个想法已经落后在民众之后了。你既然要推广运动，你就要给大家足够的设备跟设施，但是目前来看严重是缺乏的哦，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赶快，如果真的有心要推广运动，赶快跟上这种市民需求的这个脚步跟速度，来认真的推广，还有建设这个运动设施。根据统计，羽毛球人口已经突破300万，甚至被看作是新的国球。所以第2届安南上青的开幕比赛，伊我嘛希望邀请运动部长李阳来开球，不止鼓励嘛满足所有参赛买将。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台南市美术馆2馆上新展览。宇宙迷宫喜马拉雅当代艺术展，由来自尼泊尔、不丹2国4位当代艺术家，用多元的现代手法甲传统结合，呈现34件无同款的当代艺术。佛教中的金刚比着大大的叶，还有用老虎尾巴构成的迷宫，活泼缤纷的色彩画出转经轮与曼陀罗，一幅幅宛如唐卡的精美绘画，浓厚的宗教气息却又散发着轻盈的现代感。这些是来自喜马拉雅山国度的艺术家，充满实验性的当代表现。这个地区的艺术家其实他们有因为藏传佛教所发展出来的独特的宇宙观，可是呢，在面对这个全球化的一个变迁，无论社会或文化上面的一个改变，还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也有旅外的一个经验，所以说他们其实在一个像迷宫的世界里面呢，重新去追寻自我的这个文化的一个认同。我因为过去有30几年收藏这个喜马拉雅文物艺术的这个经验，是让这2个地方，一个在平原，一个在这个高山，一个是古都，2个是古国的这个文化艺术历史的一个交流。亚洲首次在公立美术馆展出的喜马拉雅当代艺术大型联展，透过双线架构展出尼泊尔、不丹2国4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当中还包括不丹国王的表妹，用当代手法结合传统艺术技法创作，来重新诠释喜马拉雅的生活，共同展现多样风貌。即将派驻欧盟的大使也特别来欣赏，把这非常传统严肃的这一个宗教跟信仰的原料，我想跟他们到西方留学过有关系。他把它现代化，他把它两极化，所以给你一种非常，我觉得很清新的感觉。观众如同穿行在宇宙迷宫之间，除了感受视觉上的冲击，也能近距离探索遥远地域的文化魅力。记者苏怀谈的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19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当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请你跟我这样做：1、2、3、4、5、6、7、8。
2、3、4、5、6、7、8。3、2、3、4、5、6。同样的事一直重复做，身体会产生记忆，成为习惯哦。7、8。我也怕快不去耶。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卫生，肠病毒远离我。在职业生涯马拉松的比赛，照顾囡仔是大人，甲继续做工课的双重压力，就亲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气。不要紧，补给站就伫咧头前，对外口减负担，对内底补资源。社福职场系统优化，顾老摇囡仔同齐来做，随时互你有够力的资源，互女性甲中国人者有实力再出发。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针5波比哦。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小心一点啊！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针5波比哦。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林
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林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